再来看经济部长郭智辉早起访问到关税问题伊并无回答。另外，中部的八个县市即马要来成立中台湾治理平台，台北市政府嘛评估讲有2800间的公司会受到影响，营业额大约是9200亿。有学者指出讲，咱若要争取零关税，伫 WTO 的规范其他国家嘛来要求讲，伊嘛要零关税，对咱产业的冲击恐惊会真大。因应美国对顶关税冲击，总统赖清德下令去美国谈判，会采取策略，包括台美双方为零关税开始讲起。也毋过保护线一旦提掉，台湾产业恐惊会受到冲击。特别透早，经济部长郭智辉针对议题拢讲。我们目前产业还有哪些需要密切关注的吗？也毋过面对关税可能带来的产业冲击，电风首先发声。中台湾治理平台八个县市共同发表大联合声明，呼吁中央政府协助企业劳工纾困。张立善也强调，爱保障农业等弱势产业。因为无薪假、因为失业而造成一些家庭的生活困顿哈。我想这个呢，我们必须要更加了解哈。台北市政府也评估，受冲击产业大约达到2800间，营业额影响9200亿。占台北市总体营业额的5%，呼吁中央争取到对台湾上有利的结果。中央应该将2024年超征的5283亿元税收，我认为重点要用在对企业界的紧急纾困，尤其是在稳定劳工就业权益的部分。根据行政院经部办报告指出，台湾去年自美国进口金额大约是465亿美金，其中有38%目前有对美国扣关税，主要包括农渔产品、汽车、保健食品、纺织品等4大项。美国就不是一个很强的这一种中间材出口的国家，冲击应该是有限。在 WTO 架构下，对所有的进口国通通是零关税。这个会有冲击。专家分析，其实美国甲台湾产业差别大，就算讲零关税冲击无大，也毋过伫 WTO 多边贸易无歧视的范围之下，那其他有竞争优势国家同款要求零关税进口，恐惊会互产业吃袂消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